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伟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保守，让我们有一夜的休息。感谢主耶稣的保守，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来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学习大卫的智慧跟谦卑。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这学习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信心。求主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早上都能够有这样的精神来聆听这样的解释。谢谢主耶稣保守我们在读经时所需要的能力。谢谢主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读经之前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19章看见扫罗对大卫的恨，那对照约拿单对大卫的爱，成为强烈的对比。那今天在20章更加的会看见，那约拿单虽然有说服他的父亲扫罗不杀大卫，但是扫罗本身的灵里面是充满了悖逆和拜偶像相同，占卜相同，玩梗和拜偶像一样，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不杀大卫。那也看见扫罗的儿女，那约拿单还有米甲，那都为了大卫跟他的父亲唱起了反调，心已相离。那扫罗追大卫半夜逃跑，那去见撒母耳。那扫罗呢派了3队的人马，第4次自己亲自去到撒母耳那里但是却没有办法来回应，却被耶和华的却受上帝的灵领导而受感说话。那扫罗成为先知吗？好，那但是看见这位上帝的先知、君王、祭司都是上帝的受膏者，受膏者应该要属乎圣灵而不属乎肉体，但是扫罗却是属乎肉体。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20章，好的1到42节。首先我们先请伟峰执事带我们来读20章的第1节到第8节。20章第1节，大卫从拉玛的约拿逃去见约拿单，对他说：我做了什么，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父亲的事，使他要杀我呢？约拿单说：不，你绝不至于死。我父亲无论什么事，不管重要不重要，都告诉我。这事他也不会瞒着我，绝对不会。可是大卫又发誓说：你父亲明明知道你对我那么好，
他绝不会把计划告诉你，因为怕你伤心。我指着永生上帝向你发誓，死亡就在我眼前。约拿单说：你要我做什么？我绝不推辞。第五节，大卫回答：明天是初一，我本该跟王一起吃饭。如果你认为妥当的话，请让我去藏在田里，等到后天晚上。假使你父亲注意到我不在餐桌上，请你告诉他，我向你请假赶回伯利恒老家，因为这正是我们全家在那里献年祭的时候。如果他说好吧，那我就安全了。如果他生气，你就知道他是决心要害我。请你信守你跟我在上主面前所立的誓约。假使我有罪，你亲自下手杀了我好了，何必让你父亲杀我呢？那大卫从这个基比亚，就是扫罗的城内呢，逃到了拉玛去见撒母耳。那当扫罗追杀到了拉玛之后呢，大卫又从拉玛的拿约又去见约拿单，好，那等于又跑回基比亚。好，所以可以从这个地图当中可以看见，从基比亚去拉玛，是第一条逃亡的路线。那又从拉玛又回来到了基比亚的附近了，就是又回来。那重点不在路线，重点在于回来是大卫要见约拿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大卫的心中，第一个他想要投靠的是撒母耳，第二个他想要投靠的就是约拿单了。那他和约拿单的对话呢，在20章被记载的非常的清楚。那大卫大概有4段的发言，而约拿单有5段的发言，所以在20章当中，以约拿单的发言又较偏多一点。那两个的发言的内容，主要就是在于大卫要表达自己的清白，而约拿单呢也在表达自己的清白。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其实前面就有提到说约拿单和大卫当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非常的生气啊。但是呢，约拿单呢却看见大卫做事的精明呢，却对18章就看见约拿单的心和大卫的心是相契合，所以他们两个人彼此的欣赏是上次有提到，就是他们都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所以约拿单他之前怎么样勇敢的去杀敌啊，是在第14章的地方啊。那这个大卫他也勇敢的去杀敌，所以他们可以说是英雄惜英雄。那在这里大卫跟约拿单要彼此的启示啊。好，那在第5节，大卫特别也对约拿单提出说，明天是初一，必须与王同行用餐了。所以即便大卫他已经透过他的妻子米甲叫他要逃跑，但是大卫心里面还是想着他身上应该有的责任，就是初一，所以表示这是每个月1次。那初一必须要和王一起用餐。那这个用餐的规矩呢，可能来自于民数记的28章。民数记28章11到15节有每一个月初一应当要献的祭，包括素祭、燔祭、烧酒祭和赎罪祭啊。好，那所以有可能大卫、扫罗都有在遵守这样子的祭，或是像现在中文译本所说的是的翻译是一个全家的年祭。那但是可是呢，大卫心中有想着要回去，可是他要约拿单呢替他请假。那这请假呢是说他要回他的他要回家，回去他的家来献年祭啊。初一应该和王扫罗王一起吃饭，这个他必须要请假。那至于大卫有没有回去伯利恒
他的老家呢，其实是没有，因为他是躲藏起来的，但是他想要透过这样的启示呢，来知道到底扫罗有没有杀他。好，那接着再请伟峰带我们来读第9节到17节。第9节，约拿单说：“不要这样想，如果我确实知道我父亲要害你，我会不告诉你吗？”大卫又问：“如果你父亲愤怒地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回答：“来，我们到田野去吧。”他们就一起去。约拿单对大卫说：“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做我们的证人，明天和后天这个时候，我会探我父亲的意思。如果他对你没有恶意，我会带口信给你；若是他存心要害你，而我不告诉你，让你安全离开，愿上主杀我。”约拿单又说：“愿上主与你同在，像他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要是我还活着，你一定要忠诚待我；若我死了，你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当上主彻底消灭你的仇敌以外，以后，愿你我之间的誓约仍然坚立。如果你毁约，上主要惩罚你。”17节，约拿单再次要大卫发誓爱他，因为他非常爱大卫，就像爱自己一样。好，谢谢。那约拿单大卫呢，一开始对约拿单的对话是认为约拿单是不是选择站在他父亲那边？那如果是的话，那大卫说他宁愿就死在约拿单的手中，而不要死在扫罗的追杀当中。但约拿单他曾经他并不晓得，他不认为也不晓得他的父亲要杀他。那如果他的父亲要杀他，那他一定会告诉大卫。所以可见前面19章或是18到19章呢，扫罗对大卫的恨，扫罗对大卫这一切的举动，约拿单第一个没有参与，第二个他也没有知情。好，那所以大卫呢要让约拿单自己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出了刚才提到的，说用初一的献祭这件事情，他应该要出席，那他要约拿单帮他请假。那如果扫罗对大卫请假，如果不同意的话，那或是扫罗对大卫请假这件事情呢，是有非常愤怒的话，那就可以证明扫罗要杀大卫啊。那所以他们对话完，他们约拿单就提议他们两个呢要在这个事情上面要有一个约定，所以他们就到田野的地方去。好，那12节做了这样的约，这样的约呢，就是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作证。那约拿单呢也指出，好，明天或是后天，那他只要回去知道他父亲扫罗王的心意到底是对大卫是存着善意还是恶意，甚至是要大卫死。如果约拿单一知道，他会回到这个地方来。那如果约拿单知道而不回来，或是不告诉大卫，好，那就愿上帝来惩罚他。但是14节呢，应该14节到15节呢，好，约拿单呢也提出告诉大卫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耶和华从地面逐一剪除大卫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断绝恩惠啊。那所以这个约呢其实也是很重要。那也看见约拿单的心中呢隐隐约约知道呢，那上主有意要让大卫来做王啊。其实这不是只有大卫和约拿单，因为约拿单照理讲他应该是接下来扫罗王位的继承人。那
约拿单的勇敢，约拿单的信心，好，也让他应该有资格或是足够的资格，可以做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王位的继承人，或者说他可以说他是现在的王子。但是他也知道大卫的兴起，还有大卫所做的，那他也做了扫罗的女婿。那他但是主要是上帝在大卫身上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约当中，其实我们要让我们看出的就是说，约拿单他并没有留恋或是像他的父亲扫罗对于这个王位呢这么样的介意，这么样的看重。其实前面13章还有15章，当扫罗犯错或是错到一个离谱不可收拾的时候呢，扫罗还是想要回去见他的家乡的父老，要求撒母耳跟他回去。那以今天的政治人物来说，当政治人物犯错或是政治人物出差错出包的时候呢，应该请辞，应该下台，那来谢罪啊。但是扫罗他就没有做到这一点，但约拿单还没有上台，还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真正的政治人物，他还是一个军事的领袖，但是他已经预料或是预想到自己的父亲的王位可能不会在他身上，所以他和大卫起这个事，其实也没有占大卫的便宜，但是他有要求，就是不可像扫罗家或是约拿单的家来断绝恩惠啊，所以我们会在撒母耳记下看见这个约拿单的儿子的确就受到大卫非常好的照顾甚至连扫罗约拿单同一天死后，那约拿单的儿子呢就得到他甚至是米施波设瘸了腿但是大卫仍然来带他，那这个带他呢，都是大卫和约拿单两个人在田野当中所立的约。这个约呢，在田野当中也表示说是没有四下无人，旁边没有其他人。那大卫他也可以假装忘记或是否决这件事情，但是大卫仍然彻底的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他们在田野所立的约，就是平等之约。那也是互相友好之约，是一个兄弟的爱啊。好，那接着再请伟峰带我们来读18节到26节。18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明天是初一，吃饭的时候你不在，人家一定会发觉；后天你不在，人家更会察觉到。所以你要到上次躲藏的地方，藏在石堆后面。我会把石堆当箭靶，射出3箭，然后吩咐仆人上前去找箭。如果我对仆人说，箭在你后面，去找吧，那就是我对你，那就是说你安全，可以出来。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你一定没有危险。如果我告诉仆人，请箭在你前面，你要赶快跑，因为上主要你离开。至于我们的誓约，上主永远在你我之间做证人。于是大卫去藏在田野里。初一那天，扫罗王来吃饭，照常坐在靠墙的那座位。亚尼尔坐在他旁边，约拿单坐在他对面。大卫的座位空着，但那天扫罗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以为大卫一定是遇到了使他不洁净的事。第二天就是初二，大卫的座位仍然空着。好，先到26节。OK。那约拿单就和大卫立起誓好，那这个是我们从17节里面可以看到是发誓完再发誓，所以是非常的慎重。那约拿单和大卫就对回应大卫他提出了这个初一应当要出席一同献祭吃饭的事情呢，那讲得更仔细。那约拿单也也沙盘推演，就是当大卫不在，那人家一定会发现。
那当人家到了连续3天都不在，所以这个初一的这个献祭呢，连续3天不在，别人一定会更加的察觉啊，更加的察觉。那当他察觉所以要求大卫去一个叫做以色磐石啊，以色磐石。那这个以色磐石呢，在现代中文译本就没有放这个翻译啊，不然在和本是以色，是一个地名。那这个以色的意思可能就是一个分开或是分离。那这个可能也在表示说大卫约拿单他们最后3天后会在这边碰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分离的地方。第二个，这个以色磐石呢，也可能是代表到南边的地方。所以等一下我们在41节之后会再看到，他就讲到是到南边的地方。那他们也计划好，就是用射箭，因为约拿单会带他的仆人一起来，那他会怎样射箭？如果射的箭呢是在仆人的后面，那他叫仆人回去捡。那这回去捡呢，意思就是回头，回来吧，回来吧。那如果是在仆人的前面呢，那就是告诉仆人，你赶快去前面。那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卫，你赶快离开吧，不要再回来了。所以意思就是要么就回头，要么就继续往前了。那但是约拿单呢，最后的交代还是在他们的誓约。那这个誓约就是23节，至于你和我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证，直到永远。所以这个2个人的口气呢都非常的相像，所以看出2个人对上帝之间的关系，对神之间的信心，还有上帝给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呢，真的是好像是兄弟一样。只可惜呢一个是扫罗的儿子，一个是扫罗的女婿，但是却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一个必须得死，一个必须得留下来。那他们就去到了这个田野来躲藏。那所以在初一呢，王就是扫罗王一样在靠墙的座位，所以这个画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押尼珥也在旁边，押尼珥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就是扫罗的堂兄或堂弟，是扫罗军队的元帅。那但是呢，大卫的座位呢却是空的。那26节提到扫罗那天并没有发作，那所以扫罗还不以为意。那但是所以可见扫罗他的这个心态呢是有点反反复复就是他要杀大卫，可是呢就是那种一时被邪灵来辖制或是控制的时候，他就一心只想要大卫死。但是他去拉玛见到了撒母耳，被上帝的灵所浇灌回来的时候呢，他好像又正常能够接受大卫没有出席。那我们继续再请伟峰带我们来读27节到第34节。27节，第2天就是初二，大卫的座位仍然空着。扫罗就问约拿单，为什么大卫昨天和今天都没有来吃饭？约拿单说，他向我请假，求我让他回伯利恒去。他对我说，请让我去，因为我们一家要在城里献祭，我哥哥叫我一定要到。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就让我回去看看我的家人吧。所以大卫没有来复习。扫罗对约拿单大发雷霆，骂他说，你这畜生，现在我知道你站在大卫那边，丢你自己和你的母亲的脸，难道你不知道大卫活着一天，你就永远别想做这国家的王吗？去把他找来，带来这里，他非死不可。约拿单说，为什么他该死？他做错了什么？33节，顿时扫罗举起他的矛，向约拿单扔过去，要杀他。约拿单这才晓得他父亲的确想杀大卫。约拿单气愤地从席间站起来，一天没吃东西。那一天是初二，约拿单
为大卫的事情非常难过，因为扫罗侮辱了他。谢谢。那果然就如同大卫和约拿单两个人的沙盘推演一样啊。那甚至第一天扫罗不以为意，但是第二天呢，扫罗就提出来问，那约拿单也按照大卫所说的，就是说他编了一个理由，一个借口，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一个谎言，他要回去伯利恒参加年祭，而且是他的哥哥要求他去的，所以大卫请假。那但是呢，扫罗的反应呢，真的是超乎约拿单的想象啊。那也知道扫罗这突然的发怒和第一天好像没有说什么，可是心中可能已经有点不满。那所以这个初一献祭或是初一吃饭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但是呢，扫罗的发怒呢，是带着咒诅和咒骂。那我们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所看到的，他是对他说骂自己的儿子畜生，所以骂自己的儿子畜生等于骂自己是禽兽。但是在和合本里面的比较接近原文那和合本是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所以和合本的意思是推到这个约拿单的妈妈的身上其实他的意思也不是推到约拿单妈妈的身上，而是在咒骂他的祖宗8代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在用出口爆出口说脏话的意思所以扫罗对自己的儿子爆出口说脏话，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们从前面约拿单和大卫的对话可以看出，约拿单还对自己的父亲还蛮有信心的，说以他跟父亲的关系，他的父亲没有什么话不跟他讲，他怎么不知道他的父亲要杀大卫这件事情呢？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的关系呢，完全的决裂，那是约拿单被他的父亲扫罗，这个爆出口用脏话，来咒骂他，甚至第二个就是告诉约拿单他的王位不保，那他的王位不保，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约拿单和大卫两个人的立约，不是两个人的关系，甚至还可能是家族和家族，还可能是国与国，王位与王位之间的保卫战呢。但是无论如何呢，扫罗一心就是要大卫出现。那大卫出现呢，那扫罗也说出了关键字就是他非死不可，非死不可。所以即便扫罗去到了拉玛见过撒母耳，然后被神的灵所充满，但是他心中的这个恶意呢，心中的这个恨呢，心中的悖逆呢，还是继续的在持续，让扫罗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大卫杀死万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情形所以约拿单在32节很勇敢的来回应为什么他该死但是呢扫罗没有解释扫罗直接举起他的矛要刺就是直接射向约拿单前面是他这样子射向大卫，现在射向自己的儿子，所以扫罗也已经疯狂到一个地步就是只要谁想要护着大卫，谁就要跟大卫一起死所以这也是约拿单第二次差一点被他爸给弄死第一次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他去吃了蜂蜜的这件事情，第二次呢就是他为了要保护大卫这件事情好，那34节讲到约拿单的心情约拿单的心情第一个是很生气气愤愤的离开，那他就所以他也没有跟他爸回口回手动手动脚，但是他很生气的出去那他生气呢那圣经也记载，第一个是他为大卫难过第二个是他的爸爸用这种
畜生，或是形容他的祖宗18代都是畜生，这样子来咒骂他呢，也让他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生气好，接着再请伟峰执事带我们来读35节到最后42节。35节，第二天早晨，约拿单照着先前约好的时间到田野去见大卫。他带着一个童子对他说：“你跑去找我射出的箭。”那童子就跑。约拿单射了一支箭，越过他。当童子快到箭掉落的地方，约拿单对着他喊：“箭还在前面，不要站在那里，快跑！”童子把剑捡来还给主人，一点都不知道那些话有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40节，约拿单把弓箭交给那童子，叫他先带回城里去。童子走了以后，大卫从石堆后面出来，双膝跪下，对他叩3次头。他跟约拿单亲吻哭泣，大卫比约拿单更悲痛。约拿单对大卫说：“平安的去吧，上主一定会使你和你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间的誓约。”于是大卫离开了，约拿单他回城里去。好，谢谢。那所以这一段的记载让约拿单真的知道了，好，现在大卫是处在一个难题前面是米甲先看出来，所以要他的先生老公大卫赶快跑。那现在约拿单呢也要一样叫大卫赶快跑，所以把箭射在前面，就是叫他往前射在这个童子的前面，就是要他赶快走，不要再回头了。好，不要再回头。好，那这个但是呢，当这个童子离开，大卫和约拿单也见面，甚至大卫呢就跪下来，所以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就是他们彼此的拜别，那甚至还叩头3次就是拜了3拜，谁向谁叩头？是大卫向约拿单来叩头所以大卫是从南边出来，石头的后面，所以这也是这个以色磐石，就是在南边。那他就是这里讲到大卫比约拿单还要难过，所以其实大卫心中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但是情势环境扫罗所逼，最后约拿单也对大卫祝福平安的去。那再次第3次提到他们的誓约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作证直到永远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这么长，那就在讲一个好像很简单的事情，那也是撒母耳记的作者显然刻意的要描绘大卫和约拿单2个人之间的情谊，他们2个人之间彼此的誓约是非常的，对于誓约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非常的看重那大卫和约拿单2个人都在主里面成为知心的朋友，那约拿单面对亲情父亲扫罗，还有面对知心战友大卫，约拿单最后的选择是选择诚实忠实，所以他选择站在大卫这一边那扫罗对大卫的恼恨呢，已经恨到一个六亲不认甚至谁出来替大卫讲话，谁都得死所以可以看见扫罗呢，他还是没有对付他自己的罪，对付他自己的惧怕，对付他自己的自卑。约拿单对大卫无私，而且是投诚，就是他们立约，所以约拿单他也其实他不是不知道，因为他的父亲扫罗都看在眼里，如果大卫存在的一天，约拿单就王位不保。但是约拿单知道他不说，他用不同的方式，可以看见约拿单他对神的信靠，还有对神的交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透过今天大卫约拿单这对知心的兄弟和朋友还有战友他们在受到环境或是家人甚至是在上位者的逼迫的当中，他们仍然持守彼此的忠诚，也持守所说出的话，
都一定要做到。主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国家还有每一位政治人物所需要的，就是要有诚信，要能够为自己所说的话来负责，同时也让我们谨慎，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主啊，也求你教导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啊，耶稣所说的是就该说是，不是就该说不是，让我们能够用心中的良善来活出诚实和正直的人生，求主帮助。今天是8月1号，也是一个月份新的开始，也求神带领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能够经历上帝你的作为，同时我们也为着南部地区下的大雨，也求主看顾，特别保守在南部的地区以及居民。我们献上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伟峰，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朱牧师，平安，平安，谢谢，平安。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